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在今仔日增加133个本土病例，伫新北市上界济有46例。另外，今年统计到达目前轻症患者占99%。王必胜亲身去到家人指挥，希望把稳重的感染者找到出来。另外，屏东大学超过100名学生参加台湾节，到4月7日进前，学校改做是线顶上课。今日是连假第3天，佮公约预估这13大较到塞车路段，特别是国道5号，可能会塞车塞到半暝。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33个本土病例，也有142个带病入境。在这本土病例当中呢，新北市是上界济，增加46例。另外，4月初3时阵有增加1名重症的患者。另外，对今年统计到达，目前轻症患者的累积量是1709人，占99.77%。不过，小连续4天，这确诊病例拢超过100例，疫情依然是真烦恼，大家拢爱提高警戒。咱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界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133例，那境外移入的142例，国内的133名，大概就是以台北市23、新北46、桃园15。那基隆是31，这相对这几个县市，确诊的人比较多，所以整体来讲，这个案例虽然稍微少一点，那不过警觉还是不能够放松，台北、新北、桃园、基隆这都要持续的维持高度的警戒。现在是从1月1号到昨天。那总体轻症无症状的是1709人，那昨天增加了一位中症的那这是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他属于是一个中症的病人，所以增加一个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轻症的比例是99.7%。也讲到湘北地区疫情依然是真严重，台北市卫生局早起就公布确诊者所去过所在，包含国宾影城、树林北投，也呼吁民众若出现症状，就要赶紧去做快筛。另外，南港区港也因为有学生囡仔确诊，全校改做是线顶上课到4月11。也那新北市的部分市长侯友宜透早就去到三级视察，希望把这疫情赶紧来冻点。校门口打出今仔日消毒无要开放，湘北疫情团开。台北南港高港传出讲有3个学生确诊，因是对家人还佫有新北来的。若是照指挥中心的标准，2个人小月就爱规学校停课。所以对这个老师学生，最后一天接触的日期是4月7日，向后壁来甲推算，4月7日到11，规学校拢爱改做晚距离教学。从4月2号要停止实体到校10天，一直到4月11号。那学校所过中校馆的这个日本特点群区已经立即有6个人确诊，空列超过120个点场的工作人员居家隔离，并且发出7万封的细胞简讯来提醒民众。台北市卫生局伫初时早起一困头公布超过10张确诊者的卡日啊，除了讲树林北投这颗例啊，还佫有国宾影城、捷运大直角6张例站、出入一品花雕街，还佫有面线传奇餐厅，提醒讲有出现症状的民众，都要紧来体检。也那新北市伫初3这天先增加71例本土的案例，这是全市上界济，嘛炭烧到校园。市长侯友宜透早就到三峡区公所来视察这个病人计划，望讲会当来防治疫情团开。目前我们看起来三峡这几天4日确实很高，不过在昨天包括今天看起来疫情的4日是有下降的趋势，希望不要让外溢扩展到其他各区，所以我们会全力以赴。行政院长苏贞昌嘛来释出这个新台湾模式，侯友宜表示讲，到底中央是要清零，也是要来共存，望讲会当甲讲个清楚，要若无民众是听甲雾煞煞。地方政府嘛正努力来执行，安尼才袂有各县市拢来烧鸡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家人的疫情，伊是继续伫咧逼，昨就增加38例出来。伊复会执行长王必胜亲身去到家人指挥，就是希望讲把这稳重的感染者找到出来。家人市警察局今仔日伫伊内面有设一个体检站，要甲1100名的员警做体检。
贵人市这几天确诊的卡量愈来愈多，和清消人员正无形。初三，贵人本土确诊新增加39例，其中一例是外县市转出来，所以实际上是38例。医学会执行长王必成这几天拢伫咧贵人，希望伊能赶紧把传播链动来。我想，因为这个 Omicron 传播速度其实是真的相当的快哈。我想我们这个市政府同仁哈在这里追的也很辛苦了哈。那这个未来事情我们是比较难预测了哈。但是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这个个案数渐渐减少，让社区恢复平静。贵人市警局外口排甲路长，警察拢利用休困的时间分流排队做体检，因为云和小姐群组案，团广局警察确诊。贵人市警局以清零做目标，要查出确诊的乌数。今仔日随时伫咧局内中庭设专案体检站，按算要采检1100位警察。那今天我们跟市政府卫生局共同配合，设立这个远景的 PCR 的筛检专站。那虽然刚好是碰到清明的连假，但是我们请全体同仁能够共体时间，全力来配合。因为贵人市长林佑昌认为，应该把吕波胎这个名，后名叫做全民防疫爱心体检。王必成尊重贵人市政府的看法。伊讲，吕波胎只是一个概念，会当依照无同的所在做调整，有一个适当的名也正好。另外，贵人的建筑国小学生伫咧居家隔离期间，3加31确诊，卫生局认为感染机会正低，并无考虑居家隔离，也无宣布停课。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政府伫咧垦丁举办台湾节一个活动，所有确诊者来到这个所在，县政府也赶紧发出细胞简讯，提醒民众赶紧去做体检。另外，屏东大学也有超过120名学生参与这届活动。学校通报教育部了后，对今日开始到4月初10，学校拢改做是线顶上课，伫校园内面也会加强消毒。屏东县要设立个体检站，甲800多人做 PCR， 另外要发4000份快筛试剂出去，目前拢是阴性的。清明连假第3天，屏东大学学校非常的空，因为校内有超过120名学生参加过屏东县政府伫垦丁举办的台湾季活动。嘛有学生奉要求自我健康管理，因此学校决定扩大着校内的清消管制进出。伫4号到10号这段期间，嘛要采取着顽固教学。已经超过100多位学生参加这次活动，也收到细胞简讯，需要进行自主管理。我们学校为了超前部署，所以我们决定这个星期我们所有的课程用线上教学的方式进行。学校表示，顽固教学的部分已经报请着教育部同意。这段期间，因会采取着单一入口管制，唔是要测光的人袂当入去学校，希望维持相关的防疫规范。屏东县政府嘛扩大着体检的量能。屏北地区的国林病院、潮州的茂荣骨科，还有恒春半岛的南门病院，等等6个所在设置着体检站，嘛发放着家用的快筛试剂。到3号为止，全县 PCR 800多个人，快筛将近4000人次，拢是阴性。昨天在恒春地区总共PCR 的筛检有835人，全数阴性。另外，我们在台湾季的服务台也共发出了3940剂的家用快筛。本来办3天的活动，因为有北部民众连续参加2天了后，互通知确诊，最后1天活动喊停。这个连假2号暗时，垦丁大街人潮满满，传出着确诊的消息了后，3号暗时的人潮减一半，嘛有业者讲生意受到影响。不过垦丁大街管委会强调，防疫袂放松，游客若要来嘛是要落实着实联制。记者吴刘田丹显坤屏东报道。那讲到宜兰地区，昨是增加9个确诊者，其中一个和坐船抢烧牵连，其他的拢是和舞蹈老师的传播链有关系。宜兰目前已经有6间学校停课了。今日县政府也有公布确诊者行踪，亲像是新华广场、南城精英酒店等等，目前拢正在进行大消毒。放假的时阵，民众想要去宜兰的百货商场行行咧，不过煞空走一撮，结果是因为有确诊者行骹到。伫咧初3休馆1天来消毒，新冠疫情伫咧本土传开，其中宜兰伫咧初31天，就新增加9个案例，一个是和坐船厂有关，伊和确诊者的个案23500来开讲，抑个和这个案23739伫共一个办公室。是因为23500传过去的呢，还是23739在基隆带过来的？我们目前还在做进一步的确认，但是不能排除这个舞蹈链这样传出去的。
因来讲，另外8个确诊个案，拢和这个舞蹈老师烧话有牵连，包含这个舞蹈教室和柜台的人员、3个学生，还有一个确诊学生的这个家长因老母。那总共来说，家长跟学生合计是16位，2位是跟舞蹈班的行政跟教学有关的。因为疫情的影响，目前已经有6间学校停课，分别是罗东国中、新生国小，还有圆山国小、光复国小、凯晴国小。中山国小增加的确诊个案都是在居隔期间阴转阳的个案，除了中山国小之外，其他的学校都是在4月11号复课。宜兰县府嘛公布外县市的假日，捌有去宜兰兰城精英酒店、生活广场的这个影城，还有生活广场这个所在，相关单位嘛随派人来消毒，就惊讲这个疫情会因为清明连假来摊开，所以就要来做好万全的预防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咧花莲县的消防队自强分队，初3暗时传出有一名消防人员确诊，消防局随伫咧半暝啊，鼓励17个人进行采检，也要求所有队员都要做快筛。目前，这个分队先暂停所有勤务。花莲县消防局自强分队自初3暗传讲有队员确诊，为了要避免疫情扩大，所以要求队上成员全部做采检。宿舍、办公厅做消毒，所有勤务暂停10天，由其他分队支援。自强分队被匡列的17位同仁全数都送往医院做 PCR 的采检，扣除目前在县外扫墓的4位同仁之外，其余的13位同仁全数都是 PCR 阴性的反应。有队员确诊，消防局自初4开始，所有合规的消防分队勤务调整做 A、B 2班，做3天休3天，减少交班的次数。除了开始分流不同所在上班，总局阁加增加一个勤务中心。这个疫情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所以目前的状况是现在还算平静，保持着更谨慎态度去处理每一个案件，陆陆续续都有在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我们都蛮小心的。因若确诊的队员是伫咧倒位感染的，抑阁伫咧调查，无排除是带共宿舍的其他队员，捌伫咧夜吹，甲组织感染的护理师有接触才会感染。因过共宿舍另外2位队员拢无症状。消防局讲，全县的消防人员有9成做过3期疫苗，所剩的1成也拢做过2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这本土疫情继续伫咧北。有专家认为讲，这批疫情反映出嗰啲前2档嘅疫苗开始失去效力嘅情形，认为这本土病例可能会逐天超过500人感染，而且到4月中嘅时阵是上界严重嘅。加在这批疫情有9成以上拢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嘅，那准这重症几率无提升，专家也认为讲，这轻症加无症状嘅人会当改做是居家照护就会使。国内新冠本土疫情当地增加，而且病例数也持续在增加。针对这点，有公卫学者表示，民众第3档疫苗的注射率停伫5成上久。这波疫情是反映进前注2档 AZ 疫苗失效感染的情形，过来是注2档莫德纳的保护力嘛得要无效啊。如果本土的确诊人数会压悬到每1天500个人，4月中是感染的高峰期。如果我们的第3、第4打数率没有办法很快的情况之下，这样的数率大概预估大概就是会可能最高大概就会到500吧。加在会今年1月初1到4月初3为止，累计1713个确诊者，有超过9成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为了确保医疗量能，指挥中心顶一日宣布，65岁以下无症状或者是轻症，而且生活会当家己处理的人，一律送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或者是防疫旅馆，会当2个人住1间。不过外界烦恼讲，可能会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2人疑似基本上还是要疾病程度都相同，也都是比较偏向那个症状稍微轻一点了哈。如果是有人是症状是比较严重的话，那可能还是单人治疗可能会比较安全。专家建议中央，若是重症的比率无加悬，会当考虑把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确诊者，为集中检疫所改做是居家照护。另外，台湾还有1成至2成的侪会人，连1档疫苗都压袂住。副作用较细 Novavax 疫苗送来台湾了后，应该优先安排这些侪会人来做，提升疫苗的注射率，才当安心放量边境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观众朋友来关心一个好消息，就是咱台湾的设计师李正涵吴迷，因今仔日得到美国格莱美奖的最佳唱片包装设计奖。领奖的时阵，也向大家讲，台湾是一个美丽而且是爱好和平的国家。
we're from Taiwan. Thank you. Taiwan is a beautiful and peace-loving country. Thanks to our friends and the crew who helped us all the way. So thank you so much. 那如果说这个专辑能够因为包装设计站上国际舞台，让更多人看见，甚至说让更多人知道，有台湾这个国家的创作能量非常的庞大。这其实是我觉得设计在音乐里面一个能够创造非常重要的价值。第64届格莱美奖颁奖典礼伫拉斯维加斯举行，台湾设计师李正涵加吴薇以8歌拢摕到格莱美奖的最佳唱片包装设计奖。这张专辑是董事长乐团加第2代马兰金唱队的合作，因表示讲会当伫咧得奖感言当中讲对和平，目的是要替乌克兰发声。这是咱台湾头一座的格莱美奖。今仔日是连假的第3天，真侪民众趁到天气真好，拢出去行行咧。早起高速公路拢是真正常，不过高公局也预告讲有13个较高塞车的路段，特别是国道5号可能会塞到半暝啊。虽然这冷气团有较减弱，温度有变较烧热，不过早暗温度是差真济。另外到拜三的时阵，过另外一阵的东北季风要落南，北部、东北部的温度会变更较低，请民众要特别注意。民众赶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要搭透早为东港开往小琉球的船班。不少民众是规家伙仔带带咧，准备要出去佚佗。不过，根据业者的统计，甲连假头一天超过1万人订到来比，人数是有减淡薄啊。哇，这个排太长了吧！夸张。天气有变较好天，国道早起10点了后嘛出现车流，不过还算好走。高公局预估，车市国道全线的交通量是188万车公里，是平日年平均的1.3倍。早起甲下晡加起来，会有13个较高塞车的路段，尤其是国道5号，恐惊会塞到半暝。苗栗到湖口路段，还有国3的关西到大溪，在下午2点过后一直到晚上的10点，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况。那在国5北向的宜兰到坪林路段，目前车潮已经开始逐渐涌现。那高公局预估车多拥塞的情形会一直持续至深夜过后才会逐渐得到疏解。冷气团减弱，车市北部甲东半部的高温有到20至24度，中南部差不多是25度至27度。气象局表示，初5收假各地嘛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不过日夜温差也是真大。初6拜三的暗时会有一波东南季风落南，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会较凉冷。那到时候的气温在北台湾稍微下降个1度左右。那到了周5之后，这一波的东北季风会再减弱，那各地的风向会慢慢的转为偏东风到东南风，气温回升的幅度会再更加的快速。整体来说，本周的天气都是非常稳定的。另外，在南海甲菲律宾东边的海域，目前是正适合热带系统的发展。气象局讲，敢有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风台形成的可能，也搁要密切观察3天至5天，才有较明确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伫今日早起有再发生地动咯，根据着中央气象局的资料，讲早起9点50分，高雄甲仙发生这规模4.8地动，甲仙有到4级。虽然这地动的时间无讲介长，不过最近拢在落雨，气象局也呼吁山区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防山的情形。另外，在台南、嘉义还有云林某些地方，我们也观测到了一个有震度3级。那这种震度比较大的时间，其实持续没有很长。但是由于这个震度比较大的地区都集中在台湾南部的山区，那前几天台湾地区其实降雨现象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要呼吁住在台湾南部山区的一些民众要注意一下居家环境是不是有落石的风险。今日的地动伫高雄地区有到4级，台南嘉义云林地区有到3级，南投地区有到2级。另外，屏东、台东等6个所在有到1级。也因为这是较简单的地动，地动时间真短，不过以往有真侪民众认为讲，这届地动是真弱的。讲到雪山伫今年落雪落真高，是这5年以来上界好的记录。这落雪也吸引真侪民众去爬山。根据统计，今年也是这10年来上济爬山意外一年。另外，伫南投的溪头有一个70多岁民众去爬山所受伤，掉伫咧山内面腰肌失断2天，好佳在落尾向顺利救倒回来。
伫咧适达的山区当中，搜救人员爱着72岁山友落山，伊1号到南投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爬山，尾仔为凤凰山落山，路程当中摔落去边坡受伤，又搁找无路，伫咧山区受困48点钟，经过南投甲中华消防局联合搜救，3号下晡总算是伫咧山谷发现这位山友。这个点是我们发现失踪的老先生的一个。现在老先生由我们的搜救人员背负着，慢慢往山下移动。毋但是溪头这边现象繁盛，搁往北边来看的雪山，雪季伫咧3月底结束。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统计，今年雪季的雪况是5年来上好。山谷的积雪一度来到90公分，但是总共也发生10件的山难事件，总共造成3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也是最近10年以来上悬。今年度的雪季期间，比较多的山难救助事件，初步研判是大家比较不熟悉，在雪地的一些冰攀，或者是一些确保的动作。雪管处强调，希望山友伫咧登山进前会使做好风险的评估，而且为家己的登山行为负起责任。登山的专家是认为，民众想要爬山，就要做好相关的训练，而且准备所有等等的装备，也建议主管机关会使来部分管制。假如说真的积雪到一个程度的话，他们就会禁止上山。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倒也不是说不可行了，或者是说你必须有配套的措施，有专业的向导，然后万全的准备之后才开放他们上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千金大自然若是无做好准备，就会变甲危机重重，也搁爱消磨大量的救援能力。雪管处表示，会伫咧4月底甲雪地职工来讨论，建议是毋是要来调整后届雪季的相关规定。记者苗栗南投报道。讲到台铁又再发生事故咯，今仔日有一台落南的区间车，在去7点外的时阵，经过苗栗南市磅坑的时阵，伊是未负大动撞到一个查甫人，而且这个查甫人是当场死亡。事故原因目前也正在调查。这个车祸害到1500名旅客受到影响，目前也已经恢复双向通车了。东西先聊，东西先聊。台铁人员架好铁棒，为事故列车上旅客接驳到另外一个区间车，而警方嘛到事故现场来调查。列车驾驶讲起事发的经过，也是非常惊吓。一瞬间呢，他从躲在那洞里面爬出来。4号上午7点左右，这个2011处的区间车行经苗栗东路路段南势磅坑时，当要出磅坑的时阵，弄到一个男子，虽然紧急动车，还是造成男子不治。警方嘛伫磅坑的撇车坑找到疑似男罪物品。台铁表示，这个2011处的区间车是为新竹开往彰化，上午7点左右，伫东路发生意外。事发了后，台铁将苗栗到东路之间的西正线改做单线双向行车，还建议调派另外一抓南下区间车，将乘客接驳继续南下。火车误点了，知道？什么原因你知道吗？我知道。将旅客接驳到铜锣站，然后再用其他的列车继续续行。那后续的事故的话，就是我们交由警方来做一个调查。因为是连假第3天，拢是运输的高峰，这起事件后，台铁人员是非常无情。虽然状况伫8点50分恢复双线行车，不过台铁估计受到影响有8个处，旅客大约1500人。事发原因还佫进一步来调查。记者苗栗采访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伫咧乌克兰的首都基辅附近的城镇，去互罗西亚军队糟蹋个领地，这满街路拢是这百姓的尸体。真侪国家拢谴责罗西亚的暴力行为，乌克兰嘛伫咧收集证据，拍算要去到国际法庭讨一个公道。不过罗西亚说是驳回讲，因无伤害一般的民众。伫咧布查镇的路边，人看到真侪尸体，对尸体的情形看会出，不互人叫歹过。BBC 的记者讲，伫咧路边就至少看到有20具尸体。美联社报道，有看到几多位平民双手绑伫咧身躯后壁，互人近距离枪杀，还佫传出女性和俄军性侵。乌克兰政府已经开会讨论俄军犯战争罪。Що це ніяка не спецоперація, що це ніякі там якісь поліцейські дії, це звичайні рашисти-фашисти. Нюрнберзький процес буде відбуватися або в Гаазі, або в Харкові, або в Бучі, або в Ірпіні.
乌克兰政府讲，会将这寡证据交予国际刑事法庭调查，希望以战争罪起诉俄罗斯相关人员。Які були скоєні російськими військами в Бучі, Ірпіні та Гостомелі. Ці міста, які звільнені, являють собою картинку із фільму жахів. Намагання там забрати золото, коштовні речі, коври, стиральні машини і так далі, і так далі. Ми годі вже говорити. Це, безумовно, це буде враховано і прокуратурою України, і правоохоронними органами, і міжнародними кримінальними судами. 对此，俄罗斯拢否认，讲唔捌对平民动手，攻击的拢是乌克兰的军事设施。Сегодня утром высокоточными ракетами морского и воздушн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уничтожен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и 3 хранилища горюче-смазоч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районе города Одессы, в которых осуществлялись поставки топлива для группиров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йск на Николаев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世界各国领导人谴责俄军的暴行，德国讲这是可怕的战争罪，总理肖兹宣布加重对俄军的制裁。法国总统马克龙讲看到这款死亡的相片，让人无法度忍受。英国首相强生认为这是逼迫的攻击，是战争罪证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敢若是家己的巴肚，让人拍一拳同款，真艰苦。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讲，会协助保障俄军暴行的证据，并且进行制裁。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联合国表示，自罗西亚发动战争以来，乌克兰已经有超过1000万人离开因的残垣处体，这人数也占因1/4的人口。这寡人面对战争恐惧，也已经造成因心内创伤。世界卫生组织就表示讲，这寡人除了有生活问题以外，嘛需要心灵的支持。索阿尼亚车拖行李，乌克兰难民到波兰的边境，住伫临时搭的布棚内面。天气正冷，必然所提供少的食物，也有幼儿的用品加铁道米啊。联合国统计，有超过1/4的乌克兰人，也就是超过10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The needs of the refugees are many, and main health problems on arrival from Ukraine. What we are seeing at the reception centers is fever, diarrhea, hypothermia,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cardiac arrest, mental and emotional distress. 除了对环境的无适应，心内压力正大，强要无法度喘气，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也个 NGO 的职工，拢来到布棚内，或者是一个难民休困的所在，提供陪伴甲关心，互因的物质有通消透。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走到波兰的乌克兰难民内面，恐计有一半以上的人心理健康有状况。那大人可能也会找别人斗相共，因过囡仔心智也未成熟，无法度表达情绪，所以就会出现紧张、脚掌硬正，甚至无法度讲话。Hearing gunshots, buildings shaking, buildings falling down, being in a building that falls down, seeing loved ones or other people injured or dead bodies. These are all very frightening and traumatic, potentially traumatic things for children. 在伫咧教室内面开始上课，来自乌克兰的这个查某囡仔，伫咧一个离罗马50公里的村庄开始新的生活。老师用谷歌翻译甲伊沟通，小儿科医生讲，互囡仔有正常的生活，并且甲同年龄的囡仔做阵上课做阵耍，是互因身心健康的方法之一。Probably more importantly, I mean community-based support, really providing children with safety, schooling, a structure, leisure activities, spaces where they can feel safe. Spaces where they can feel brave. 除了提供物资的协助，收留的国家若是会当提供更加侪心理上的支持，协助克服文化的差异，就当愈早互难民开始新的人生。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匈牙利伫咧昨举行国会大选，现任总理奥班宣布当选，伫199个国会席次内面摕到135席，等于是连任第4届。不过，伊和罗西亚总统普京的关系是真好，可能会害这匈牙利伫咧后病内面，搁再受到政人的排斥。接受大家支持者的欢呼，匈牙利总理奥班初三宣布伫咧全国大选赢到第4个任期，将做后边在位時間上長嘅國家領袖。Akkora győzelmet arattunk, hogy még a Holdról is látszik, de Brüsszelből egészen biztosan.
今年58岁奥班，这届大选拄到6个反对党的联合挑战，希望会让甲青年民主党连续12年这种期间所推行的非自由主义一名党内。不过，执政党青年民甲基民党所组的竞选联盟得票率53.96%，在199个国会席数内面摕到135席。6个反对党所组成的匈牙利团结联盟得票率只敢若34.18%。奥班伫咧发表胜选感言时阵强调，后边应该有看到匈牙利的民意，也表示这场胜利应该被大家记在咧心内。Életünk végéig, mert most kellett a legnagyobb túlerővel megküzdeni. A baloldal itthon, a nemzetközi baloldal körös körül, a brüsszeli bürokraták, a soros birodalom minden pénze és szervezete, a nemzetközi fősodratú média, és a végén még az ukrán elnök is. 不过，立场甲前5个亲中的奥班这边选赢，可能和西方国家对5个进一步制裁可能性降低。特别是在能源方面，除了乌克兰问题，奥班胜选的合法性也被质疑。欧洲安全及合作组织派去监督选举的人员就讲，2018年的选举虽然自由，也过无公正，因为媒体自由受到限制。12 years of brainwashing, a propaganda machine, the exclusion from publicity from the public, so to say, the opposition view, the critics, etc. So many people, they get pretty much only one side of the story. 奥班的新任期是遇到严重的挑战，国内经济成长也是2019年奥班上任以来上慢的一年，通膨有可能达到15年来的新高。在国际之间，奥班甲俄国总统普京关系正好，匈牙利对俄乌战争的立场也拢无啥清楚，学者认为这可能让匈牙利伫咧欧盟内面更加孤立。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讲到中国上海因为疫情封城了后呢，所落来要真济大商的苏州、昆山车地的防疫措施也变更较严格，要求当地企业呢就要轮流休困管制交通，这背书就是封城同款。就大商表示讲，这工厂的产能恐惊会受到影响。有学者认为讲，国内真济电子产业拢伫咧昆山设厂，封城若一个久落去，无生产就无出货，咱台湾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昆山封城了，全部在高速上面。高速公路顶头大货车排甲几多公里长，无法度向前，也无法度跋久，因为苏州的昆山突然间宣布要封城，所有物流车全部拢挡伫咧关城外，也有真侪人下班的时间较晚，无法度转去，全部拢塌伫咧路的，因为社区突然间要实施查验式的管理。人家下班都不要回去，人家下班不要回去。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碧芳，也是台北的董事长，要伫咧昆山设厂。好在在工厂有员工宿舍，只好请员工住伫咧厂房内面，要加发加班费。不过也讲产能有受影响。我们员工住在厂内宿舍的，生产是还可以，但是我们多花一些加班费，库存会满，就生产就有问题，要减产。昆山是台湾电子业的重镇，伫咧当地设厂的有包括闽北的大厂友达、大工厂豪硕、伟创、联保、玻璃大厂大宝，而且有真侪下游的产业链拢伫咧昆山设厂，亲像是 PCB 厂、大光电、兴盛，产能的占比达到2成到3成。但是封城的时间久长，影响真大。几个台湾一个厂商，他们讲说现在的话供应链就不稳定了嘛，到底这个封会封多久？那封久的话，两岸之间的电子供应链形成一个断裂的现象。学者讲，昆山封城对全世界电子业的影响，恐惊是比上海封城更加严重，因为上中下游的电子厂拢设伫咧昆山，即马有真侪厂商实行自海外调货，不过成本较悬。若是封城的时间久长，可能就需要转移产线来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企业的电商平台公司亚马逊，因伫咧美国纽约市的仓库部门员工，经过投票了后，成立企业内面头一个工会。公司表示讲，对这届投票结果感觉真失望，甚至认为讲美国全国劳工关系局可能对这届投票有无正当的介入。
投票结果出来，以2654票对2131票，同意成立亚马逊工会，赞成票比例55%。亚马逊伫咧水塔登多区的物流中心，也就是叫做 JFK 8成都的员工欢喜庆祝。员工认为，几6年来亚马逊的劳动条件对劳工造成威胁。这边的投票结果代表着美国劳工组织的一项胜利，劳权人士也立下里程碑。We want to thank Jeff Bezos for going to space because when he was up there, we were signing people up. 亚马逊对这项投票结果表示失望，声明员工甲公司建立直接的关系，对员工上有利，也正伫咧评估一寡做法，包括提出异议，因为员工可能受到美国全国劳工关系局的不当影响。未来工会谈判人员会当甲亚马逊协商，为员工争取到更加好的待遇甲工作条件。Number one on the list is going to be higher pay. The cost of living in New York is way too high. 亚马逊把几多遍组织工会成立，二月底时阵就把报警，加3位组织工会的人抓走，因为工会发起人之一是莫尔斯，迄当阵已经唔是员工，所以让建设公司暂时无入去员工休困室。有2位帮助迄个员工了，也互警察抓走。去年发动组织工会时阵，得到媒体大幅度的报道，总统拜登也支持，声势正大，才有今仔日的结果。For a group of individual people to stand up to the world's largest corporation, and they won. Yeah. It's truly without precedent. 根据统计，2021年全美国受薪的劳工只敢若10.3%有加入工会，比例是1983年的一半。也不过美国劳权行动敢若是伫咧扩大。今年1、2月的时阵，美国工会组织的投票件数就自去年同期的103件增加到149件。星巴克至少170间门市的员工已经发动加入工会运动。纽约时报投票要加入纽约新闻工会。谷歌公签旗下的承包人员也投票通过组织工会。纽约时报甲谷歌公签拢有甲资方协商工作条件、甲劳资关系事项的协商权。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讲到咱国内的国资计划，却因为国资的雷达经发进度有较慢，害整体计划去拖慢掉。新的军舰是未付出来，旧的军舰就已经用真久啊。就专家建议讲，会当甲美国买特别退休的新盾军舰，会当伫咧短时间内甲海上的战力补倒转来。咱国四边环海，爱靠海军舰艇来守护咱国边境的第一线。不过，海军原本有打造新型飞弹巡舰艇的计划，因为中科院雷达设计的进度甲效果拢无够好，进度严重去前着。不过，咱国4个类型主要的军舰，拢总有26只，拢已经无算新啊。亲像海军上大只的基德级军舰，这是甲美国买的1万吨级的军舰，拢总有4只，已经使用41年。过来是甲法国买的拉法叶级巡航舰，这6只有较新淡薄啊，嘛是已经用24年至26年啊。另外参考美国派里级各做的8只成功级的军舰，上旧的已经使用29年，上新的嘛已经用18年啊。前几年啊，咱甲美国买的2只派里级军舰，嘛已经服役38年啊。也那6只反舰主力的洛克斯级巡航舰，使用搁较久，已经用47年至51年。或者烦恼军舰伤旧，对海上的防卫可能会有影响。因为台湾是四面环海，那我们的这个主要补给线，我们全部都要靠海上嘛，所以保护我们海上这个交通线啊，保护我们的补给线的安全啊，特别是能源。那所以这是海军现在规划它的作战兵力所面临的这个威胁跟压力。嘛有专家建议讲，嘛会当甲美国因伫要买用的新盾舰，伫上短时间内甲战力保护牢。现在还在服役的神盾巡洋舰比较后面的P4跟神盾驱逐舰，基本上都有非常良好的这个水面上3度空间跟水面下3度空间的这个侦测跟监控能力，所以向美方寻求他们派出的神盾舰，可能是短期之内解决台湾目前在这方面严重缺乏的一个办法。针对这点，海军回应讲，新一代巡航舰已经有既定好运用的方案，持续伫咧推动。即马各种的舰艇装备嘛拢已经准备好势，会当做防卫作战的任务，嘛会看天气的情形来指派较适合的兵力来运用，减少主力作战舰任务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行政议会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会全部禁止这电子烟甲加味烟一寡商品。不过，早起全国家长会长联名也批评讲，虽然禁止这电子烟，若准来开放加热烟，可能会害这旧年伫咧烟害防治成果全部破功去。呼吁讲这加热烟甲电子烟是拢袂当使用的。
为着避免新型烟品去害到青少年，卫生部推动烟害防治法修法，加强管制电子烟，禁止加密烟。但有家长团体就烦恼，修法也是有漏洞。加热烟只要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就会使个合法卖。阁有医师提出美国研究，讲加热烟甲电子烟同款，拢会害到青少年去滴到急性是红性白血球血检，威胁到性命。加热烟内底同款有致癌物，包括水银、甲醛、乙醛、阿硝胺、甲盐的成分。一个16岁的青少年使用加热烟，导致严重的肺部伤害，结果一样要使用这个插管跟呼吸器，并且用叶克膜急救他的生命。透早，全国家长会长联盟开记者会，讲全国有超过9成5个家长赞成政府全面禁止加热烟。不过，这摆行政院版本的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通过，恐惊加热烟伫7月时就有合法管道，佫会使来卖。这颠倒是互台湾的烟害防治法佫行倒头路。我们很害怕，我们的小朋友在不知不觉中吸食到对他们有害的东西，让电子烟跟加热烟都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圈里面。家长团体引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布，讲任何的烟拢一定会造成危害。不过，这摆修法算是干那禁电子烟，继续开放加热烟，代志干那要做一半。连带已经决定要全部禁止的地方政府，拢得要重新开放，呼吁中央就应该全部来禁止，才通防止少年人佮受到烟品的危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清明的时阵，有真侪民众因兜内面拢会食这润饼糕。最近这菜市仔卖润饼皮拢是无用机器，有的店头是做袂起，规气用一工一办的薪水请师傅来斗赶工。切润饼皮的手完全无时间休困，要赶伫清明进前做8、9万张润饼皮出来。家己讲铺子果菜市场的润饼皮业者，各用1工1万的台牛，另外请师傅来斗3工。30块半，同齐开会就去做，爱做啊到清明节暗时做通宵，拢无休困。哦，这太辛苦钱，这爱切规暝规日的。家己市的传统市场内底做润饼皮业者嘛是无用赶工，因为面粉的成本增加，所以今年价小拢低点5斤。去年的话，我们是1斤150，但是今年的话就涨50块，就变成1斤200块，是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原物料、面粉之类的都是上涨。加一次都涨到200多块，我们只有涨20块，我们现在1斤只有180而已。除了润饼皮、润饼糕的生意嘛是同款无用。清明是台湾重要的传统节日。虽然原物料影响到价销，但是对民众来讲，该当爱款的物件也是袂当无准备。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东县政府甲有开发经济的美丽湾度假村买倒登记，去年点交完成了后，由县政府管理3县海水浴场，即摆是定做明年的4月到9月这段期间免费开放民众来入场。今年算是开放的头1年，这个月阁碰到这清明连假，吸引真侪游客去行搭。清明连假，东部海域透东北季风，风影不加大。不过拄则开放的台东3环海水浴场，也是有真侪游客来遮耍水。我感觉很好啊，很大片啊，很大片的沙滩啊。台东还把这边买下来，我觉得很好，重新整治。县府讲，去年点高收回美丽湾度假村，本来规划开放海水浴场的范围是100公尺宽的海滑线，也个延伸到海域100公尺。不过今年估计人会真多，为了防疫的社交距离，重新规划开放范围，改成海滑线宽200公尺，延伸到海域长50公尺。开放时阵每点钟拢有3位救生员，能够把沙滩的场域再拉长一点。那大家有更多能够在海洋跟沙滩之间能够游憩的空间要更大。台东3环海水浴场每年4月到9月底开放，目前县府规划是免费入场，开放期间拢会当做安全的海上活动。后个月开始，县府会规划大型的海上活动，游客甲民众拢爱登记实联制，伫海沙堡也保持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嘉东农会绿色照顾站过去办真侪有意义的活动，今年头一场就特别邀请在地农民渔民来做老师，开课程、动手做艺术，这时代也做较真欢喜。
时代真认真咧做手工，甲无爱本色落架变做真有路的艺术作品，因是感觉心色佮有成就感。这个是嘉东农会绿色照顾站今年的头一场课程，民众也烧钱报名。安尼会使轻轻松松啦，快快乐乐的哦，安尼打做盛改心色啦。然后我们就指导长辈啊，如何运用家中或是生活中平常可见的一些环保素材，如何制作成一些道具或服装。嘉东农会这个绿色照顾站是配合农委会计划，除了结合健康的概念照顾老大人，也利用在地花草含作物来设计手工的课程。而且今年是特别邀请家己人，包含社区的农民、渔民、在地青年来做老师。今年招生总共有40位的长辈，我们是希望说带给我们本乡的我们的长辈，他能有一个很热火、很快乐的一个平常的一个日常生活。我们也希望说利用在地的一些资源，然后在地的一些人才，提供他们有一个在发挥的一个舞台。农会未来也要开更较侪课程，让农村渔村老大人的生活更较健康和丰富。记者综合报道。会晓真侪行乐器的黄金国退休了后，拢注心伫咧音乐的世界。伊早就在电子琴世界表演，伊希望讲把这音乐的水传达给每一人知影。舞台顶美妙的音乐声，互台下的听众听甲真享受。斟酌甲看，台顶并无伤侪乐器。电子这个东西哦，它里面概括了很多的东西在里面。不管是吉他，不管是管乐，所以我拥有一台电子琴之后，我就本身就是一个乐团。这位乐师是黄金国，自少年就真介意演奏电子琴。伊是咧做生意，暗时佫会去西餐厅兼差演奏。伊讲这是伊上大的娱乐。好像只是一个赚钱的一个工具而已哦，但是我也要娱乐啊。这个音乐刚好是可以弥补我这一方面的不足。黄金国退休了后，注心伫伊的音乐世界，而且黄金国所演奏的乐曲，唔单单是照别人写好的乐谱落去走，伊佫较注重的是安怎将乐曲成做传达感情的工具。曾经一个客人他点了一首歌，不用拍谁啊，老师，我跟你讲哦，我跟点这首歌我都掉眼泪，为什么？因为这是我老婆最喜欢听的歌。而且有你们演奏起来特别有味道。经验丰富的黄金国，甲其他乐手咧合作的时阵，会利用伊家己的经验，互演奏更较温暖。佫较是利用每一遍甲少年辈合作，甲伊的理念甲经验传承落去。比较年轻的老师，他们说：“哎，奇怪，同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弹可能就是很平平淡淡，但是老师你弹为什么会那么？”让我感觉那么丰富呢？他来问，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传承。黄金国表示，音乐是伊的第二生命。虽然伊已经伫工课场退休，不过伊伫咧音乐这条路永远未退休。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里港有一对家弟仔，因回乡回来种瓜仔，无下农药，佮用网络平台伫咧买卖，人客会当收到上界青产地直接送来菜色果子，咱做回来看卖。画面上所看到的这粒菜瓜，生甲圆圆肥肥，真好看头，甲市面上所卖真无共款。这就号做苹果菜瓜。农场主人江玉香刚种植这对家弟仔，甲老爸分工合作，节省选购土地，佮交互下骹两人种菜瓜装箱，动作是快速溜俩。一般传统丝瓜就是比较长条形，对我们苹果丝瓜它就是比较短小型，这样就比较可爱。现在苹果丝瓜也比较不会跟传统丝瓜这样比较不耐煮，就是比较会脆啦，脆甜这样。对，如果你要直接生吃，你其实是可以直接削皮以后，对，把它切片，这样吃起来蛮像那种软芭乐。这个苹果菜瓜，唔那种伫喺网仔市内底，而且个饲芳来交粉，规年冬天拢会当收成，食起来清甜啊清甜。瓜仔肉是又绵啊又绵，一条就通卖到80块。今仔讲解另外一块菜园，遮种的是瓜仔泥，甲苹果菜瓜同款，拢是用滴水压的系统。规块菜园维持甲真整齐，友善农法的种植方式，随慢落来生食都无问题。
我们标榜是直接在田里，就是可以采起来，然后直接生吃的。我们是用那个安全农法去栽种的，所以它有引进那个蜜蜂跟那个以色列的滴灌系统。对，然后我们行销的部分主要是专攻网络行销，所以那个客源就是来自全台湾四面八方。现在农友开销路求进步，菜色免过大小盘，直接送到厝，介绍农民界定。像这过仔年品质也好，一斤挺好卖到150块。江玉香表示，除了生产，未来嘛希望结合附近的风景区，甲学校合作实农教育，要互更较侪人了解基本的农业知识。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天气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基隆到新竹对19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26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下晡3点的时阵，咱再相会。Thank you.